伫咧高雄凤山有一间便利店，因为门口的人行道是用红蒙涂空的，这民众就掠准讲这是店的停车场。敢若3月，这警察就已经开123张的罚单。港务局是表示，边仔就已经有裁一块禁止停车的告示，嘛且民众唔通去违规。 超商门口停几排奥多摆，佮看后壁迄块阿毛头顶悬嘛共款线线有车停入来。凤山宝兴路甲凤顶路一间超商头前用阿毛头空的其实是人行道，虽望4颗连灯的路顶悬拢有踩一块小小的禁止停车告示牌，超商也伫开卡顶面大告示提醒民众，民众也是将车当作停车场，罚单也对得来。警方讲，今仔3月份就开出123张的红单。我们通常那边过来上国道前都会停这里，然后买东西这样。 那你今天才知道说这边不能停车吗？对你没有指给我看，我也不太会注意。人行道违规停车，警方依据《道路交通处罚条例》第56条第1项第1款，取缔告发123件，处新台币600至1200元。 民众这期人行道唔是空庄仔的，佮拄啊好伫超商头前，若唔是在地人，10个入来，10个会停，无怪遐济人去互开单。啊，若共一条路的其他店家嘛反映，因店门口则是倒球道路，共款禁止停车，警察嘛接来开单，互因真困扰。港务局解说，凤顶路则是属于都市计划地带，即摆是当作人行道使用，照规定都是袂当停车。铺面原为连锁砖，因局部铺面受 车辆压损并多次修缮，故于112年改以更为平整、耐久、施工迅速、易维护的 PC 刷码材质整平铺面。我认为安尼是无道理的啦，是无道理。只是讲伊就规定安尼，规定咱就爱照伊的规定，照伊的规定确实造成所有的店家都无方便。 人行道改用阿妈涂空的，造成民众误解，甚至接罚单，敢有改善的空间？港务局强调，后续因会来调整告示的位置，提醒民众爱注意，避免违规。记者柯家族副朝向高雄仓报道。